海呀那海耶，哦海呀哦海呀，海耶呀海呀那哟耶，哦海呀那海耶，哦海呀哦海呀，海耶呀海呀那哟耶。哦海呀那海耶，哦哎呀哦海耶呀，海哟海呀那哟耶。哦海呀那海耶，哦哎呀哦海耶呀，海哟海呀那哟耶。Maho kakuin mangalay sa kalakaran, pinanay to sa katayaran. Yuru mahatu kakuin mitilik tu ikukuan, bisa itse sa kajitangan.马尼带路卡古耶，你是的巴鲁苏阿公，萨皮卡里早杜达比纳，尤马达呀伊达米纳，利亚森杜库尼亚罗，达拉马拉阿呀伊比布米。啊海呀啊海耶，哦哎呦啊海呀哎呦啊哎呀哎呦耶，哎呀，哦啊海呀啊。搭档联播网的摇滚 DJ 时段，我是 Rock DJ 小小，在我身边的是苏命。Hello， 我是苏命。对，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作品是苏命在去年底推出的一张限量，对，限量 EP， 对，叫做《远洋》。远洋，它里面除了这首歌之外，还有收录另外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美少女跟我们的约定的不插电版。不插电版。那现在还买得到吗？现在是网络通路啊，网络通路还可以买，就是到。我就很怕那种限量版，然后卖完就没了那种。限量版哦，我们也希望赶快卖完，才可以再赶快用下一个限量版。再用下一个限量版。不过我觉得，其实只是一个想要让大家有一点点期待。其实音乐无限量嘛，我觉得也不需要限量。而且我真的觉得苏命真的是创作的，就源源不绝，一直有新东西出来。躁郁症啊，就很喜欢做事情。就是因为躁郁症吗？那像演唱会的部分啊，我们刚刚提到的上一个阶段提到是宣传短片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活动，有一个是跟照片有关系的活动。就是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啊，就给观众看广告，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氛围，就是大家或许喜欢的就会想看，然后有没有别的方式，然后想送一点点礼物给观众。所以那时候在想的时候啊，因为我的专辑那个演唱名称叫法力嘛，对，然后一个吉他的厂牌叫法力达，我说也太巧了吧，就法力达叫法力，我想说啊，那我去跟他聊，跟他聊，就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雄心，所以你本来不认识的，你真的跑去聊，就跑去聊啊，就然后聊问说我们的演唱会名字叫这个，很呛死还要故意讲说呛死然后希望贵公司可不可以赞助的，哇，他是很爽快就答应了然后我想说，哇，我这么嫩的，好像业务员很菜的那种心。你那也因为你是苏命啊。结果我觉得他送太好了，之后我觉得可不可以送我一把？就因为我是要送给观众的，对，就是一把22000的吉他。你这个奖品会不会太优秀了？我想说，老板也太大方了，你可以拆成一把1000块的28把这样。怎么有可能？可是他就是希望有这个，我觉得是诚意。对，然后而且一个人独得那个感觉才会。对啊，这是我。他说好啊，然后就在抓头发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做赞助这么好的一把吉他，
我们一定要好好做。然后我们就想说啊，跟主题有一些切合的关系，那我们就玩拍照游戏。啊，风怎么拍呀？拍不到风啊，要怎么拍？没有，对啊，说怎么拍啊？拍照游戏。然后他们就想着说啊，我们就放那个海报嘛，只要你有办法跟海报拍照，就跟这次风演唱会的海报拍照的话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创意，你是跟海报拍照，是用合成的，还是都可以，你有办法直接把这个事情合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上传到你的这个对，上传粉丝团，然后让大家来评，我们也不来评，就是按赞的比较多的就会得到这个吉他这样。而且听说明天4月20号就要揭晓了。对，就要揭晓这件事情，很夸张，我觉得很夸张，他真是拼那个创意真的是。我有上去看过，我觉得有些人的想法真的好厉害。我觉得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啊，合成，我想说大家合成，大家电脑到底强不强能做合成这件事情？因为一般来讲都是海报拿到后面就这样拍了，对，就简单。可是好多好有创意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真的好厉害。以后要请他们来当我的设计师才。这样你自己也那么有创意，这样子就变成要发好多专辑，或是要很多演唱会才有办法把它用完。没有，应该要好多把吉他才可以。没有啦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来不及参加，你也可以上去看那些有创意的照片，然后去前面按赞。讲到这个也一定要去，约翰署敏的脸书粉丝页去按赞，因为那天我跟他聊，他说好想超过1万人，快一点。大家赶快去按！我不晓得那个按赞超过1万是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可能它的显现数字只有到100位数还是1000位数而已。没有，可以到1万位数。有，你看国外那个像呛辣红椒或什么，就是10几20万以上，100万。我也好想要那样，就像我唱暧昧主语，可能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你可以。不会啦，因为大家最近还不是那么，就是渐渐才会开始知道说脸书这个东西，然后才知道你的粉丝页，所以在今天来这边呢也。特别宣传一下，这样赶快大家去。好啊，去按，就是只要上 Facebook 打署敏 SUMING 就有署敏的粉丝也叫约翰署敏。对，江署敏啊，江会不会我的名字太多，他不好记啊？不会啦，署敏，反正你打署敏基本上都会出来，啦，看得到啦，前面几个都是。然后趁我还没有忘记之前，我一定要问你这个摇滚 DJ 必考题有没有？我那天有跟你讲，就是今日最爱翻唱曲，每个人都要回答。我有跟你讲过，有。对，好。那我今天要唱什么？你不用唱啊，你就是只要回答我。如果今天我让你翻唱一首歌，你想要翻唱什么歌？对你爱不完。哇！这个答案也是头一次。真的吗？没有人唱这首歌吗？没有人唱这首歌，好厉害！我觉得很直接啊，很直接哦，很直接啊。好，有没有特别的原因？没，就是我。你小时候有唱过吗？没，我的小时候人生买的第一张偶像的海报就是郭富城。是，那你有伴舞吗？那时候自己听的时候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那时候不流行伴舞，那流行泼咖啡。泼水啦，不是咖啡啦，就是它的广告啊。是。对啊，好久了，各位，我不晓得你年纪有没有到，可能那时候大家都太小了。应该有吧。我在想说，这个梗到现在很多偶像连续剧都还会被看到有泼水。是。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深远了。对啊，那你这次的演唱会呢？也会泼水。有没有舞蹈？反正是有舞蹈。听说有舞蹈，而且还有重金打造这个部落的服装。对。就是服装就真的找了一个原住民的服装师，就是他是设计的，然后专业的服装师，然后有专业的编舞，然后专业的找了6个哦，人家上国语的有时候也没那么多，所谓小巨蛋那种。然后听说乐团编制也是9人，然后还再加大小提琴。天哪！然后全部都是你自己掏腰包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是其他可以来看，我觉得一定要去看啊！我觉得署敏现在还有一点点掏腰包，但是你们赶快看，因为掏完腰包就没有钱了。没有，真的大家要去看，因为我光是听署敏那天在叙述这个他的安排，我就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 party，就是歌，然后很多可
可以看可以玩的。而且2个小时都唱母语，然后当然我会比照韩国明星放字幕的那个状况，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投入到情绪。是吗？如果有罗马拼音可以跟唱吗？没有，直接翻成中文，罗马拼音或者直接翻成中文这样，所以大家可以跟唱。我觉得或许啦，就在当下你才知道所谓的音乐无国界。对啊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在这边也是真的非常推荐，除了这个苏命的这一张母语专辑之外，更是在下个礼拜要去看这个法力。对，法力。然后我还有想说，对吗？对，法力，对，法力无边的法力。然后因为我觉得难得有这么特别的母语演唱会，因为一般演唱会都不会唱母，而且是整场的。我有邀请我们部落小朋友自己包车花钱把他们请上来看。那会有特别来宾，不是那个小巨蛋一定要有特别。会。放心好了，这个梗是全部都会有就对了。那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，我想要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看，然后台北都会地区，如果你们有那些原住民的朋友啊，你可以邀请他一起来。然后我的钢琴手是盲人，我觉得他的朋友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去过 live house， 可能都只是去什么交响的音乐厅的那一种。然后我想说，不一样的演唱会让他们感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年轻人》，同样是收录在苏命的首张同名母语创作专辑。那么在这边要再度跟大家讲哦，上个礼拜4月23号是在 Legacy， 是晚上8点，晚上8点就有苏命的疯演唱会。那现在你可以就马上去这个年代售票网买票，对，或者3大便利商店 7-Eleven、莱尔富跟全家都有年代售票系统可以买。对，耶，苏命法力 concert， 法力演唱会有疯演唱会，疯演唱会。好，下个礼拜我们大家一起去，绝对不能错过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苏命。Mapana ay lumayo, ang kapaila ay kamapana ay magulo, ang kapaila ay kamapana ay mitiri, ang kapaila ay kamapana ay milipin, ang kapaila ay tao.